我睇過有本書係由 Jim Collins 寫嘅，叫做 Good to Great， 當中有個理念叫做 Hedgehog Concept。我自己好中意用呢一個 concept 嚟幫助一啲希望創業嘅朋友嚟到去規劃。其實呢個概念好簡單，首先我哋要將一啲我哋覺得 passionate 嘅事情列舉出嚟，呢啲可能係你嘅興趣啦，又或者你嘅夢想，就算一啲好無聊嘅嘢都可以寫低落嚟先。第二方面就係將一啲讓你可以賺到錢、有經濟效益嘅事情列出嚟，呢啲可能係你嘅技能啦，譬如攝影、設計、寫程式、幫人哋做會計啦，甚至乎勞動嘅技能都可以，譬如送外賣、油維修，其實都得嘅。或者咧係買賣一啲嘅產品同埋一啲嘅服務之類嘅嘢，總之係可以賺到錢嘅事情啦。最後一方面就係列舉一啲你做出嚟會比其他人做得更加好而且優勝嘅事情。呢一方面可以牽涉到好闊，因為可能係一啲你擁有嘅人際網絡，一啲獨門秘方，又或者係你一啲獨特嘅經歷而帶嚟嘅知識。當我哋將呢一啲嘢一樣一樣咁寫出嚟之後，我哋就要睇一睇佢哋有冇任何嘅地方有機會可以重疊到。就咁望落去可能風馬牛不相及，但係如果你用一啲創作力去幻想一下，你就有機會見到一啲合併幾方面嘅特長而產生出嚟嘅創業機會。我哋褪一步諗一諗，如果我哋只係好有 passion 而唔去計算成本效益，亦都冇理會到個機會成本，又唔去考慮市場嘅競爭，我哋最後尾都只不過係一場不切實際嘅幻想。我見過有好多人一腔熱誠咁樣去創業，雖然起步點都係自己嘅興趣，但係承受唔到市場嘅實際情況，到頭嚟都只會係好夢成空。另外一方面，我哋經常都聽到有人咁講，做生意千祈要唔熟唔做，否則就好容易踩到陷阱。其實我都幾支持呢一個講法。雖然咁樣講，我哋如果只係做一啲人有我有嘅事情，可能喺市場上邊都冇辦法闖一片天空。但係如果要冒險做一啲你唔熟嘅生意，咁你就要計算一下，究竟你可唔可以承擔到當中嗰個風險。你要肯定，就算你去 take risk 去做一啲你唔熟悉嘅生意，你都要做得比人更加好，而且喺最後尾你嘅損失你係可以承擔到。